现代人因为工课无用，所以定定三顿拢爱伫外口食，造成大肠癌成为10大癌症死因的前3名。医师周义伟表示，以目前大肠癌患者8成以上拢是以腹腔镜的微创手术为主，互空喙变小来减少恢复的时间，嘛互患者会当伫手术了会当更快速来回归正常的生活。我想以现在的技术来讲，只要病人来，他以前没有做过任何的手术啊，好，那其实我们都优先就跟他说，我们就是做腹腔镜手术。腹腔镜简单讲就是用3到4个小孔。好，小孔，那加起来可能就是4-5公分的长度。好，那当然传统手术的伤口就是大概10到15公分，所以我想这样子伤口大幅限缩之下，好，虽然增加医师操作的难度，但是其实在技术成熟之后，时间并不会比传统手术长很多，甚至有时候会更快。好，那对病人来讲，简单讲，伤口小就是疼痛更少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，你伤口小，疼痛更少。你敢下来走路，你愿意下来走路，那就容易放屁，肠子就容易恢复正常。你可以早一点吃东西，好，那这样子就会更早恢复。台南市立病院为着要针对每一位患者来进行个别的照顾，特别用 ERAS 手术了加速康复的概念，让病人对门诊的诊断到手术了的恢复，拢有固定的追踪，佮有高品质、无中断的照护水准，来提升患者规个医疗过程的品质。加速恢复这件事情就是 ERAS。好 ，ERAS 简单讲就是透过一系列的措施，腹腔镜其实是它其中的一项，就希望病人说可以早一点下床活动，适当的止痛，下床活动，然后让肠道恢复功能变好，好，早一点进食。好，那甚至可以恢复到跟手术前一样差不多的状态。毕竟我们不希望他开完刀之后就是都躺在床上嘛，然后无法下来走路。我想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啊。我们除了希望他能够延长寿命之外，那重点就是能够让他赶快回到他正常的他的社会上的工作上面去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才是我们的本意啊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